在座各位，这一章墨宝师父来跟各位大家简单解释一下：懂得感恩惜福，你懂得感恩，懂得惜福，半碗咸菜就是万两的黄金了，价值连城。虽然是半碗的咸菜，但是在我走投无路、已经挨饿受冻的这种状况下，半碗的咸菜对我来讲就是救命的根了。如果说在我回想到这一段的时候，想我好好的感恩他，我好好的爱惜这个福报。所以你看，半碗呢，就像万两的黄金一样，这么价值连城的。所以一个人要懂得感恩是多么重要。像我们念佛的人，阿弥陀佛不嫌弃我们这些罪恶的凡夫众生，心这么污浊，烦恼不断，内心里面妄想散乱心这么重，还有计较，处处攀缘，然后到处跟人家结恶缘，这一种心性的人，佛不放弃你。只要你肯念佛，我一定救度你。佛是用这么心来对待一切苦海的众生。我们在念佛的当下是感恩啊，感恩，感恩，感恩啊！像我这种类型的人，佛你都不放弃我，永远给我希望。佛啊，感恩你，感恩你！我们要好好珍惜这一份的福报。过去世当中，我们一定有做一点好事，所以才能感召此生此世念到这一句阿弥陀佛的名号。所以一定要懂得感恩哦，你要惜福哦。不懂感恩惜福的人，全部的宇宙就像一堆秽土一样，人家对你好，他的当作粪土一样，根本不放在内心当中，他觉得好像理所当然，给我的就是应该的。这种不知道知恩图报的人，以后你会走投无路的。所以一个人活在世间，要懂得感恩，要爱惜所有你现在的福报，对待人也一样，用一种很慈悲善良的心来去对待别人。各位，这个人世间会过得很快乐、很幸福的。很简单的一段话来跟各位大家结法缘，非常感谢大家，阿弥陀佛。